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4月2日公视台台的暗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年全球乌面腊杯过冬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台湾沿海环境改变，致使因的分布也改变。今仔日是世界地球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环境保护行政命令，台湾的气候变迁署周秘书也伫咧今仔日举办揭牌典礼。新北市土城一间饭店，互人连开51千，而且伫10天之前，同一间饭店也有嫌犯向门口连开3千。警方今仔日抓到3个也未成年的嫌犯。新北市少年所发生这种代志，进前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伊认为新北市政府爱负责任。今仔日国民党团是回过头来批评陈建仁无负责任。改造冲锋枪少侠饭店开枪的少年洪秀阳，即马阁有上新的画面流出。徛伫无偌远的所在，亲像早就知影会开枪，提前提手机录影，警方无排除共犯。也毋过伫10天前，同间饭店早就互另外一组人定掉的。沿路伫走，连开3枪警告，共犯一人开车，一人坐伫副驾驶座录影，甚至也抱上网。警方事后把无作为，方执其查案。警方解释，迄当时无报案的记录，也毋过伫巡查调查了后，历陆续将3个人逮捕，全部拢是未成年。夜路怪者，伊是开枪的姓朱少年，年纪只有15岁。家己讲是风景会成员，不办朋友的查某朋友和饭店业者找回讲，就甲2名少年，早早透早4点外前往新北市土城，也空气枪开枪，也毋过这个强事，警方有完存疑。他的犯案动机，我们还在调查，深入调查。那是不是跟后面的19号或20号的枪击案有关？这个我们不排除。除了查查这件案件之外，新北市后续各有2摆街路开枪技术利益超袂好势，拢甲帮派吹手有关联。新北地安道红顶，立法院国民党团离道调开记者会，谴责行政院长陈建仁推卸责任。陈建仁不要当局外人，出来统合华部、内政部、数位部，统合起来，全力打击犯罪。我在第一时点上就已经要求，警政署呢务必要与地方一起合作通力来做好这一个扫黑的工作。陈建仁回应，警政署已经将阿幕后操纵者，警政署长吴明昭也表示，饭店封开51枪是帮派纠纷造成，更加强调治安的好歹无应该以个案来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国党正咧准备2024年的大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伫新加坡再次互人问到讲，若是国民党明仔载就定调伊选总统，敢会答应？侯友宜是表示讲，面对所有的挑战，拢袂惊吓。也若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也开始行动，伊今仔日是走遍规个台南市。民进党国务院的方面伫美国也拜访 AIT 总部的官员。也若当咧争取国民党定调的企业家郭台铭，也开始要访问全台的行程。如果明天就宣布征召，你会说 yes I do？ 面对所有的挑战，我毫无惧怕。那马仔就互国民党定调，敢是会答应？新北市长侯友宜明确回应，面对所有的挑战拢袂惊，只要为国家为人民，都是应该做的代志。肩负更多责任是指接受国民党征召吗？昨天朱主席说征召的时间会比之前更早。党有党的规划跟节奏，我都要给予尊重。侯友宜出访新加坡，成功媒体形容，侯友宜这摆出访是为地方走向中央执政。那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将争取2024总统大会启动陆战，本命区台南市也加做重要关键。拜六行程满满，台南走透透。咱大家共同为民主拍拼。未来在这个经济方面，咱大家继续做继续这个，共同为和平奋斗，咱斗阵守护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美当时间日一早起前往上唱园，会见驻美代表萧美琴。郭文德一群人到的时，萧美琴亲自迎接，甲郭文德一手致意，花虎行三进 AIT 总部拜会美国官员。郭文德表示，应该见的拢见啊。该见的都见了，华湖的行程主要还是 AIT 排的。那我当时的态度是这样嘛，你认为我该见谁，你就叫我见嘛。
因为小北京和外界看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可能的副手竞选，媒体也好奇两个人敢有讲到未来变作竞争对手的可能。国民党对此表示，两个人无讲济，积极争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中调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也展开全台抢劫之路，头一站就到新竹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第7选区国民党的立委提名初选结果出炉，是由台北市议员徐卡心赢过对手费鸿泰，确认党中央的提名参选。也那民进党的方面，台东立委的初选是由前立委赖坤成赢过现任立委刘兆和。对镜头来热手，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2日早起就去投票。国民党立委初选费心大战，一直到最后时阵，建会拢继续伫拖手。透过关系去抢了一台车子包车，那本来要协助仅支持费鸿泰的委员的支持者上下车，会检举啦，我们是一定会的。徐卡心讲，有立场替共党的对手费鸿泰包车在东园去投票，最后的资料认定伊是费鸿泰助选员，尽管立场澄清讲是协调公车加开，不过显然徐卡心原认为，伊直讲费鸿泰违反党章，涉嫌贿选。我没有做，就是没有做，做了欢迎他去提告，不要再含糊、含沙射影的来诬陷我。对有这个指控，费鸿泰讲这是自由甲抹黑，正伫考虑提出告诉。而台北市第7选区国民党立委提名，最终初选结果出来了。徐小新要在南松山跟信义区来代表中国民党来打赢这一局的选战。在国民党方面，我们也有自信，可以整合两方面。经有采取3成党员的投票，加上7成民意调查的计算，徐卡心得到51%的支持度。其中伫党员的投票，伊得到763票，险险赢费鸿泰1票，伊会代表国民党来出战信义南上山立委的选举。而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是讲，什么人赢，什么人输，相信两个人是未有意见，因为一直对外来对决民进党候选人柯淑华。另外一边放炮庆祝，前立委赖坤成真欢喜，拄对民进党台东立委的初选胜出，拍败共党的现任立委刘兆和，切断对手的连任之路。已经14年没有听到鞭炮声，自己的鞭炮声了啊，真的是喜极而泣。那也在台东啊，这个脱离政坛12年了，终于让我们有机会拿到这个门票。民调结果显示，赖坤成以超过45%支持度赢过刘兆和的37%，有机会重回国会。除了感谢支持者的收听，更加相信这是台东人真正民意。而刘兆和输去了后，也发出声明表示，结果不如预期，感觉意外，不过依然是表示尊重。记者综合报道。全球的穆斯林自一开始迎接开斋节，就亲像咱的新年同款。因为今年的开斋节是疫情解封了后的头一个，各地的穆斯林已经是真久无遐尼欢喜啊。但是，伫爆发内战冲突的苏丹，虽然宣布暂停冲突72点钟，不过首都也是一直有庆声传出来。开斋节头一天，苏丹首都喀土穆市区无啥热闹，事件看到民众赶着行李行路，也是开车，想要赶紧离开这个要烧钱的所在。A lot of people that I hear from, they're leaving Khartoum, they're going to like a nearby state. It's much safer there. 苏丹军方分裂的2个军事阵营引起的冲突已经1礼拜啊，死亡人数庆关超过400人，3000多人受伤。军方宣布开斋节停火72点钟，不过喀土穆依然4个拢是庆声，无违通去的民众只好闭伫厝内底。开斋节欢乐的家庭团圆的活动也被迫来停止。伫其他的回教徒世界，已开始迎接疫情解除禁令了后头一个恢复正常的开斋节。2022年世界杯卡球赛场馆之一的卡达教育城体育馆，正做开斋节的活动场所。有15000名回教徒会参加开斋活动。Reminds us to appreciate these special moments of being together, a human family. 伫印度，几啊百名的回教徒伫境内上大的伽马清真寺来度过开斋节。有全球上最回教徒人口的国家印尼，2日伫雅加达的阿祖哈清真寺举行神礼会，几啊千人来到现场。而伫三大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大批回教徒也集合伫埃及萨清真寺参加祝祷仪式。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كل عام وانتم طيبين بمناسبة عيد الفطر المبارك.阿拉伯太空人尼亚迪伫国际太空站录制开载节祝福，影片内底尼亚迪处伫无动力的状态，身躯边也有一个翁仔。伊讲两人为着开载节换穿上届正式服装。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今仔日4月22是世界地球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环境保护行政命令，未来2年要成立环境正义办公室。同时间也宣布讲，要捐10亿美金的气候基金，予当咧开发当中的国家开发氢气的能源。另外，伫英国，环保团体是发起示威活动，呼吁政府爱重视科学的数据，制定积极的气候政策。美国总统拜登日伫北京草皮宣布签署环境正义的行政命令，为联邦到各州参电园社区落实环境保护嘅管理。Every federal agency must take into account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impacts on communities and the work to prevent those negative impacts. 环境正义行政命令伫1994年克林顿时期就签署过，拜登提出政改版本，计划伫2年内成立环境正义办公室，落实联邦到地方的纵向联系。预定后礼拜宣布认真参选的拜登，连续提出气候变迁甲环境对策。20伫气候能源主要经济体论坛宣布增加提供10亿美金，予国际绿色气候基金，代表好亚国宣誓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氢气能源开发甲基础建设强化。伫英国，定采取极力抗争手段的反抗灭绝气候倡议团体，伫地球日进前改变做法。利甲其他组织发起为期4天的和平示威，因南湖组织伫国会外口批评政府无重视科学证据，对气候问题拢无作为。Well, their current strategy is not listening to the science. They're trying to get over 100 new oil and gas licenses, which are incompatible with a 1.5-degree warming world. 地球暖化引起的气候灾害，南美洲秘鲁的萨满巫师也真有感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巫师甲民俗疗法专家日组织伫首都利马的郊区举行联合部落仪式。巫师提出各自的代表神器甲祭品进行祈福仪式，祈求地球母亲莫受气，化解人类的灾难。公视新闻刘淑芬编译。顶一日方面通过上强的春雨落雪了后，全台水库增加6000万外吨的水。不过南部的水情也是无变好。水利署表示，20个方面雨水主要拢集中伫云林以北的地区，南部的水库欠水也是欠甲真热力。拜六早时，伫台北市的大家和平公园无落雨，天气乌阴乌阴。气象局表示，礼拜到拜二因为透东北风甲东风，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可能会落雨，南部是以西北风为主。明天一直到礼拜2白天这一天的天气上来讲的话，其实水汽上都是比较偏少的一个情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都还是会有些零星飘的一个机会。不过预期就是说，这个雨势上来讲，应该是不会到太大的状况哦。至于在中南部地区来讲的话，则是以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然后午后的话，像是在山区以及近山区的平地，可能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虽然因为20个方面台湾各地头拢有雨水，但是南部的靠岸也是无变好。22中到占本水库的水量只有7%左右，南化水库26%左右，南潭水库大概25%，仁义潭水库22%左右。水利署表示，这个方面，予全台水库增加6017万吨的水，但是主要拢集中伫中部以北的地区。仁义潭跟南潭水库加起来只有30万吨的进账，增温水库加上雾山水库大概只有100万吨，非常的有限。增温跟雾山都来讲，它的蓄水率在这一波下雨之前还减少了0.2%它的百分比。虽然有一点点入流量，但是用水量还是在。南部主要的水库水量无变多，电导阁变少。气象局估计25到30拢有方面会到位，不过通过的速度是真紧，雨水未有20个方面遐尔济。南部的靠岸可能要等到5月中以后的黄霜雨才有才调改善。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因为油价甲原物料等等起价影响，今年有侪客运业者拢起车票价。大约已经有15年无起价的国光客运，即阵也挡袂牢，决定要起车票价。目前是已经送件续备当中。
台北区监理所是表示，若是企业介绍无超过特定票价的上限，拢尊重业者的权利。民众伫车站内底等要坐车，受到油价原不了这成本起价影响，今年包含家人客运这业者拢要起价，大约15年无起价，国光客运一阵也挡袂牢啊！决定全面来起中长途加短途通勤路线票价，就已经甲起价物件送出核比。基本工资也提升了，油价也提升了，零组件、车体打造都提升。没有办法经得起长期的亏损了，所以这个势必要转嫁了。我们也不敢期待说政府全部来帮我们补助。核定上限里面的调整，这些都是业者的权利嘛。那我们就审查它调整的是不是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那基本上业者的权利我们都会尊重。国光客运讲，短途通勤票价本来就瓦贵，核定上最票价，实际起价金额大约是1-2块。而中长途的票价虽然甲核定上最票价较有差，起价空间较大，不过为着要甲代替高铁这其他大众运输来竞争，起幅袂超过1成。新客讲也是会去坐。大多数还是会搭国光，国光跟其他高铁比较起来，还是国光会比较便宜啊。新客一个上车，虽然是拜六，不过高雄到台中的班次却是无坐满。客运业先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所来佫面临真侪成本一直起价，就疫情较累，坐车人也是也未恢复到疫情进前。业者也希望未来两环旅游恢复了后，能对客运也是观光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一份报告，今年全球乌面腊杯过冬的数量达到6603只，创下历史新高。台湾也记录到4228只，主要集中伫台南甲嘉义。落水溪也有大量发现，不过也照学会指出，因为南部欠水，加上沿海等咧开发耕田，环境改变也致使因的分布开始出现变化。规定的乌面腊杯伫湿地找食，引来台湾的数量在增加。根据香港观鸟会上新的报告，今年全球乌面腊杯大冬数量高创新高，达到6603只。伫台湾记录到4228只，那全球增加441只，台湾占超过9成。台湾是乌面腊杯上重要的大冬生产地，以台南数量上济，其次是嘉义高雄。那落水溪口有加做新泽区的实力增加200多只。西南沿岸的这些湿地跟河口，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栖地保育的区域。数量各创历史纪录，也毋过存在温休。今年南部抗旱，现有的盐田甲鱼粉伤过大数，使得乌面腊杯另外找生态地分布更较分散，和调查员所寻的是更较困难。那西南沿海公设太阳联邦，虽然乌面腊杯数量无减少，也毋过观察到分布有变化，专家烦恼天然生态地减损的可能冲击。如果说余温减少，或是盐田减少，或是沿海的一些天然栖地减少，其实都有可能会去压缩它的生存空间。栖地不能再减损了。旅游会认为数量增加虽然是好代志，也毋过袂通伤乐观。乌面腊杯数量增加，生态地并无增加，也无保证明后年也是将来也会当维持。那资料也显示，本年度发现的肉毒杆菌中毒也是体弱的乌面腊杯数量比以前增加，显示气候变迁甲生态地现况拢带予这个边贵物种继续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少年社举办22个台积电艺术季，是国内艺术界真重要的大型艺文活动之一。除了有传统的戏剧、古典的音乐，更有现代舞蹈以外，今年佫特别邀请新竹在地学生演出，互新竹这座科技城是增加袂少的艺术气氛。我是人工智能塞巴斯丁、亚历山大、多米尼克、彼得洛夫、肖夫斯基、马克西米利安、尼古拉斯、巴比西蒙、弗里德里希，名字也太长了吧！台点表演趣味搭趣果，内容是咧讲到现在上流行的 AI 科技，除了早来方便，有当时啊，买抓出笑亏。在相声里面唱戏曲节目，那么此外呢，我们也将会有主板的传承，年轻人18岁的年轻人打主板快书讲唱。传统的故事，更有新竹在地学生的现代艺术表演。自2003年开始所举办的台积电艺术季，过去2年受疫情影响，规模缩小。今年拄好是满20周年，准备在新竹地区办40场的艺文演出。希望这个在我们的社会上头，对这个人文活动、艺术活动能够充实一下自己，不要被这个其他的事情所污染。
除了我们科技的工作也已经很辛苦了，精神上这个文化上有点放松的感觉。活动阁邀请柏林爱乐以及出名的拜奥林音乐家曾宇谦演出，而且安排曾宇谦亲身指导高中音乐班学生，希望和充满科技的新德城加添艺术教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到25度，中部地区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东部地区20度到27度。高岛地区19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